咧即个第一站的歌词内面的中来送伊的哈。伫咧遐有哦，伫咧咱第二普遍的所在，遐有一个，迄是照你的话来活，吼，毋是照你的话，吼，因为咱台语的时阵，即个字有诶爱念照，有诶人爱念照，吼，所以咱咧唱的时阵爱注意着。来，咱过来吟第二节。世事我袂记你了面，当大干苦高见，世上我了扰乱心灵，听心无改变情景，能照了现实情，家己康复心念。好，安尼，互咱小可先知影一下即个歌词的迄个迄个旋律吼。咱准备先。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准备开始，将手机啊关机，来备办先来敬拜。
全地啊，着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有魂。即时咱用献诗第273首，献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来赞美咱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即时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搁慈悲的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全心全意来敬拜阿罗你。阮伫你的面前要承认咱家己的软弱，阮生活伫这世间，时常拄着困难、艰苦的代志，有靠人情的关系，有世俗的利益，也是家己内心的自私。阮对着这个代志，时常靠家己想办法去解决，毋过内面充满的苦毒甲后悔，时刻影响咱，破坏阮彼此的关系，搁离开做你的道路。主啊，透过救主耶稣基督，你为阮顶十架流的宝血，赦免阮的罪，求你互你的恩惠立伫阮的内心，互阮会晓你的智慧来行正路。也求主你的话时刻伫阮的内心，互阮所行所做，拢合伫主你的家事，成阮一生的帮赞。只是恳求主甲无私伫底，互阮伫无私的分享中，搁较离捌主，会晓你的智慧来更新阮的生命，靠你的光来行正路。只是阮要用你假是阮的基督安尼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摄，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福管理恩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天光归向北上帝，天光显我全。
即是咱当先来考验，考验文第34篇，考验文第34篇，也就是诗篇第146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由我来考，请兄弟来验，来用教导方式来考验。着称赞上主，我的心情啊，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地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倚靠君王，毋通倚靠会死的人，因袂当帮赞。因一个断开就归土，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靠哪个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地中的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伊赐食物互夭饿的人。上主讨放上关爱的人。上主互亡人会看见。上主扶持所压记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厝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啥啊？你的上帝会代代做王。一声着称赞上主。这是周四小组被传咱来学罗上帝，因为好，这是咱读上帝的话。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到第62章第3节，我来读。我会因为上主大大欢喜，因为我的上帝快乐。上帝用拯救做衫，互我穿；用胜利做外袍，互我抹。亲像新人戴花冠，新娘戴珠宝，拄亲像土地，互种子无价，伫田园，互所野的生长。至悬的上主会互胜利甲赞美伫万国的面前开花结子。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袂恬恬；为着西安的缘故，我袂静静。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发出，伊的拯救亲像火把直直。耶路撒冷啊，万国拢要看起你得色，万王要看起你的荣耀。人要用新的名称呼你，是上主本身下互你好的。你是上主手中上水的花冠，是你上帝手内的王冠。愿上帝祝福领受听到伊的话的人。只是做事小组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为因的诗歌是感谢神。
水的歌声，食做香香的节，达到上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咱进道的是本堂的鸟心牧师，伊要分享第8诗，看见救恩，将时间交予牧师。大家兄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节期内面的即个圣诞主日后的第一个主日。那照教会的传统，规个咱的即个圣诞节期是到1月初6来结束。所以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犹原是伫咧即个圣诞甲圣诞有关的即个经文。伫咧即段时间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迄个主伊对人的迄个显现。所以伫咧即个所在，即个传统是伫咧咱落尾手，因为咱伫咧咱原地圣诞节，若是伫咧即个西方的即个宗教内面是用伫咧即个12月25做咱的圣诞节。但是，若是伫咧即个东正教东正教就是希腊正教伊将主耶稣的迄个诞生的日子是定伫咧即个1月初6即个主显节，所以就伫咧即个12月25一直到1月初6即中间诚做咱的规个圣诞节期若要讲规个圣诞节期，应该是爱对大港节第一主日开始，一直算到主显节安尼叫做规个。这是叫第一个周期。伫咧这个所在，咱透过这段经文，咱要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咱要伫咧伊的内面，来彰显爸上帝伊的公义甲伊的荣光来点伫咱的中间。特别伫咱今仔日咱台湾现今的这个处境内面，咱要问的是，咱到底看见着什么货？检测咱今仔日的经文会通互咱有一寡的提醒，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主你搁一届人来显现的即个节期，主阮搁一届要来献上阮的感恩，尤其是伫咧即个年末的时阵，阮搁要特别来献上阮对主你的感恩，不管阮所面对。是艰难，是遮忧伤痛苦，是欢喜。主，阮拢将一切要来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知当阮所面对，不管是顺境是逆境，即中间拢有主你美好的旨意，为着的是要爱互你的百姓来得到对主你来的引带、甲带领、甲祝福。愿你的神来不断。来开启阮，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看见主你爱阮看见的，就是主你怎样带领保守你家己的百姓，来搬过阮伫阮生命内面，阮看做艰难的，是恶担当的遮个事，我要伫迄中间看见主你怎样带阮来离开即个黑暗即个世代。来迈向伫主你迄个光明充满了愿望的即个上帝国的掌权的内面，愿你的神是阮带领保守你家己的百姓，甲着你的教会，愿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基督圣名，阿门。有一日，即个苏东坡去拜访即个佛印大师即个拄好，即个佛印大师伊拄咧伫遐咧打坐，即个苏东坡就看到即个佛印和尚伫遐咧打坐，伊就面对面甲伊安尼静静坐落来，甲伊面对面，嘛开始学着即个佛印伫迄个中间伫遐打坐，差不多。过了差不多安尼一炷香的即个时间，因两人安尼同时来安尼将因的目睭来甲拍开，来结束因的即个打坐。
啊，拄啊，即个打坐了了，啊，即个苏东坡伊就安尼感觉讲安尼浑身畅快，啊，满心欢喜。啊，伊就问火印大师讲：你看我亲像啥物？哦，火印大师就应讲：我看阁下，吼，哪像一尊佛啦，吼，一尊佛。哇！即个苏东坡听了，哇，心情足欢喜的。哇，讲家己火印大师讲伊哪亲像一尊佛共款。啊，火印大师就问苏东坡讲：啊，毋知影阁下你看我亲像啥物货？哇！苏东坡伊心内就想讲，平常时拢时常互伊安尼占便宜啦，吼，定定拢伫咧语言当中吼，安尼去安尼，互伊安尼。去互即个火印大师甲伊开，伊就逮到了即个机会吼，就来甲伊占伊的便宜，讲伊就甲应讲，我看你哪亲像一副屎。即个火印大师安尼面就安尼微微啊笑，就搁继续伊的打坐。即个苏东坡即个占了即个火印大师的即个便宜了了，哇！伊心情足欢喜的，就转去安尼去甲伊的小妹苏小妹讲。哇！即个苏小妹一个听着讲阿兄，你去互人占便宜去安尼，哦，你拢毋知影吗？伊苏东坡就真纳闷，问讲是安怎？伊看我亲像佛，我看伊若亲像一副屎，哦，哪会讲我占伊的便宜？苏小妹就讲，人伊心内有佛啊，吼，看万物拢总是佛。你看伊，你请问大兄，你心安尼，到底你心内底底到底是啥物货？今仔日共款咱伫咧咱今年安尼拄好到伫拄好今仔日拄好12月31，拄好是。年尾上尾一日，咱心底到底咱安尼咧看咱心，咱今安尼每一件代志，伫咱生命内面所发生的代志的时阵，咱心底到底拢咧底什么货？佮咱是怎样来去看待？因为咱心底底是啥物货？比较咱所看待的、所产生的，嘛是共。无共款的结果。伫今仔日咱的即个所领受的今仔日即段经文内面，是伫咧即个耶稣伊要出来服侍时阵，伊引用即个以赛亚书内面的经段了后的一个经段，就是先知伫遐宣告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迄款安尼的好消息。迄个伊讲起着迄个。被掳的要得释放，因为当初时迄个公义无法度得到安尼讲安尼伸张。迄个善假人听袂到主的好消息，人活伫咧迄个黑暗暗的迄个世界内面，亲像伫咧阿摩司书甲着即个马略基书内面所讲起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境况，人为着一寡银仔将义人甲伊卖掉，是为着一双鞋来卖善车人。人将迄个抢夺来的物摕来献祭，这就是伫咧迄个时代所面对的迄款安尼境况，但是。会通看见，伫咧迄个境况内面，所有一切公义、阳光拢受到压砍。如果咱若看经文安尼迄个时阵，安尼背景，咱过来看咱今仔日咱现今咱即个世代，咱会通看见的就是，遮个乌白吼，咱讲倒黑为白啦，吼，将乌的讲做白。的代志不断伫遐咧发生，有人因为国家无点伫咧伊的即边，就用着一个咱讲莫须有
迄个无影无食的迄款安尼的名义去拍对方。嘛有人出卖国家的利益，搁振振有词，讲伊是咧防堵弊端。这有亲像犹太咧卖耶稣无？搁有人违法伫遐来使用土地，搁也是讲安尼拥有真济房地产，确实伫遐咧坐收迄个真悬的即个租金。是有人将因安尼爱人将迄个伊长辈用到伊的心血，甚至性命换来的迄个房地产来甲伊管出来。甚至嘛有人伫遐安尼将人利用完了，安尼真淡定来讲，谁家的狗谁家带回去。伫咧咱伫咧活伫咧即个世代，咱看见遮个现象，咱会使视而不见吗？遮个是毋是亲像迄个为着银仔来卖遮个艺人，也是讲为着一双鞋来伫遐来将散车人甲伊变卖掉，是将迄个抢夺来的物来诚做咱所恨的。咱的世界是毋是已经破病？搁至到咱看见迄个公义无法度得到安尼伸张，上帝应要去互遐个狗屁倒灶的遮个代志，甲伊抢夺去。如果咱若确实只有干那看到遮个，安尼咱只不过是干那苏东坡安尼人尔。但是咱今仔日咱的经文内面去甲咱讲起就，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先知以赛亚伫遐讲起讲，我会因为上主大大欢喜，因为我的上帝快乐，上帝用拯救做衫甲我穿，用胜利做外袍甲我满，亲像新郎戴花冠迄个新娘挂珠宝。当先知伫遐领受着主迄个拯救的迄个好消息的时阵，伊开始来讹落上帝。咱小想一下，先知迄个时阵是一个公义无法度得到伸张，主的荣光无得到兑现的迄个时阵。但是先知领受安尼话的时阵，伊竟然开始伫遐来讹落上帝。先知伫咧代志也未成就进前，伊确信伊的上帝、伊的主的确会成伊家己所应允的代志，所以伊就伫遐开始伫遐宣告主的救恩单已经临到。就较亲像伊看见迄个主的拯救的迄个拯救的衫安尼满伫咧伊的百姓的迄个顶面。迄个不义的人，当有主的公义的外袍，安尼怎甲破咧？伊破伫咧因的即个肩胛顶。先知看到遮个领受主救恩的人，因为有主的公义伫因的性命内面来伫遐来兑现，就较亲像迄个新郎伫遐咧安尼带着即个花冠，甲着即个即个新娘安尼伫遐戴着挂着遮个珠宝共款，安尼迄款安尼的迄个英美。搁伫咧迄个经文内面去讲起的是，搁遮个人毋是干那是伫咧少数，乃是讲要伫咧万国的中间来发出。迄是一个什么款的景象？迄是一个上帝国临到，上帝先知伫遐看见上帝伫遐来传达伊迄个拯救的好消息，迄个上帝国要临到迄款安尼的景象。伊毋若看见着上帝安尼要伫咧即个地面上伫遐掌权做王，搁伊伫咧迄个中间，就较亲像咱伫咧顶礼拜咱所领受的迄个经文共款，迄个安尼各样的伫咧安尼迄个半暝伫遐领受天使来因伫遐来传达即个弥赛亚要降临的即个好消息了，因就开始伫遐来安尼人来讲起着主的掌权做王，佮人的性命即个时阵就无搁再共款。因所安尼所
安尼散发出来的迄款的安尼香味是啥物款的香味？是人要将一切荣光归荣耀，互主耶稣，互咱的主上帝，咱的耶和华上帝。所以，弟兄兄弟，当咱伫咧领受即段的经文的时阵，咱会用好好来去亲想，就是当一件代志临到伫咱的时阵，咱到底是怎样来看咱所拄着的即个代志，还是一个事件？咱是毋是因为咱所面迄个面对的迄个困难的迄个处境，至到咱阵啊停留伫咧迄个咱所拄着迄个处境的内面，咱伫遐安尼停留伫咧所在，去互即个咱的困境甲伊拔掉咧，走袂出来。当咱来응主安尼来恳求的时阵，咱是毋是伫迄个中间？应该换一个角度，就是咱应该求主的灵来点伫咱的心内，就甲亲像伫咧即个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内面讲，主的灵点伫我，互咱的迄个性命无搁再共款，咱无搁再用着咱家己的眼光来看每一项代志。就算讲遮个代志对咱来讲，有可能是负面的，有可能是艰难的，有可能是恶当当的。咱是毋是伫咱所有咱个人每一项，咱每人的迄个，伫咱所看的，以及伫咱所听的，甲着你所想的，甲着咱所讲的每一项代志，以及咱所行的，咱是毋是伫咧迄中间要改换？一个真做有主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眼光，伫咧主迄个大搁通行的日来到进前，咱要因为耶和华大大来伫遐来欢喜，咱的心要因为咱的主上帝来伫遐来欢喜快乐，因为伊用着伊的拯救做衫来互咱穿，伊用着伊的公义。做外袍，将互咱来满，互咱会通来人来宣告，讲安那，亲像主耶稣伊伫遐讲起的，伊伫遐讲起就讲，迄个至悬的上主的上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上主用油抹我，伊找我去传好消息，互散遮人，医治心灵破碎的人，宣布受掠的人会得到讨放。受关的出家咯，当咱伫遐安尼领受即个主伊迄个安尼降生来到伫即个世间，即款安尼好消息的时阵，咱怎样来看待咱伫咱的一生内面所拄着，尤其是咱即马现此时咱所拄着，咱不管是咱伫咧顺境还是逆境，特别是伫咧迄个逆境的时阵，咱伫遐面对着咱的遮个困境的时阵。咱敢要搁继续停留伫咧迄个困境的内面，是伫咧咱的辛苦病痛的顶面，是咱要转一个角度，重新来看，咱来主求讲主啊，求你的神搭临到伫我，用你的油来抹我，咱就开始来人来传。我会记你伫咧咱的即个周二祈祷会，一边迄个咱的仁杰执事吼，伊伫遐来分享，伊伫遐面对着伊生命内面迄个真艰苦的代志，就是伊伫咧安尼壮年的时阵，伊伫遐来拄着安尼中风，伊伫遐安尼，伊头开始的时阵，伊无法度接受，伊毋是迄个讲。亲像牧师拢无咧做运动的人，伊是迄个逐工拢有咧做运动的人。伊真注意伊家己的身体，结果无拍算，伊煞来伫遐中风，至到伊一骹一手咧无方便。伊头原底本来伊有足侪心内有足侪的苦毒，啥物互我拄到遮个代志？但是后来上帝的灵点伫伊内面的时阵，伊看见一个无共款的，
伊伫遐后来伊伫遐咧做福建的时阵，伊伫遐看见安尼侪遮甲伊共款的遮的病人，伫咧即个福建的中心伫遐安尼咧做福建，伊看见着一个亮光。伊伫迄个中间讲，我会使伫咧迄个中间来遇着，不管是遐复健师，还是遐病人，来伫遐讲起着上帝的大听堂。伊伫迄个中间，虽然伊的身躯也未完全得到医好，也未完全得到复原，但是伊转一个方，伊看见着上帝悠然继续安尼恩待伊、保守伊。所以伊伫遐来人来传福音，来伫遐来人，伊也伫遐来唱诗歌，来安尼互侪遮的听着伊歌声的人，心内安尼咱讲得着畅快，心内原底侪苦毒，伊伫迄中间安尼来人来讲起着上帝的救恩，这才是真正是叫做看见救恩。就算讲伊的病也未得到医好，但是伊已经看见上帝已经医好伊啊，已经医好伊心灵内底的迄个破病。伊伫迄中间，伊无搁再甲看见伊家己所失去的，伊乃是看见伊所得到的，看见上帝所予伊的。所以今仔日咱伫咧咱的即个，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伫咧面对咱今仔日咱的处境的时阵，咱到底咱要看见啥物货？上帝伊怎样施恩赐福，互咱安尼经过遮尔多年，咱只有干那看见咱所面对遐个苦境、遐个困难、遐个困境，安尼那点吗？是咱要开始来人讲起上帝伫咱生命内面所做迄个奇妙的事，就较亲像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当咱伫遐领受着迄款上帝迄个应允的时阵，咱是毋是要亲像先知伫遐开始来伫遐来大声学乐主咱的上帝，互人看见咱生命迄款安尼迄个生命的见证，就较亲像互人看见主的救恩，临到伫迄个所看见咱的生命迄个改变的人，迄个救恩嘛要临到伫因。咱是毋是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咱开始来人来安尼来传？咱是毋是有欢喜来主咱的上帝讲主啊，我欢喜来传主你的福音，求你为我陪伴一个人。咱顶礼拜捌讲起，求主毋免坐，咱只要每一个兄弟，咱伫咧一年的内面带领一个人来信主。咱教会就突然间暴增，变成200，敢毋是？是安怎？咱无法度传，因为咱活袂出来，咱无活出迄个基督的香味，互咱应该毋免怎样传接着呢？是人看见咱的生命的改变，因就欢喜要爱来跟随，敢毋是？所以。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尤其咱领受即个上帝的救恩，咱即个时阵，当咱看见了，咱就应该是活出来，搁甲安怎来人来传，将即个好的消息传互遐个散车人，医治遐个心灵破碎的人。咱无搁再诚做迄个心灵破碎。伫咱的中间，是毋是有人亲像咱所谓讲一天到晚都在玻璃心？只感到伫遐讲伊的心受到迄落安尼受到伤害。咱是安怎？只有看到迄浮屎，求主帮助咱。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即段经文，人的生命要得到改变。当咱看见即段经文的时阵，咱要搁一摆来伫咱的主、咱的上帝面前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伫我互我的心灵真正会通看见主你的救恩。当咱伫遐来看见主的救恩的时阵，主伊的救恩就要临到。咱伫遐来大声来伫遐来人传，
咱伫咧每一届组学的迄个祈祷会时阵，我拢真鼓励咱的兄弟，伫咧即个组学祈祷会时阵，会通来5人来伫遐来安尼分享上帝伫伊生命内面的迄款的改变。所以不管是大家军也好，是仁杰也好，正传也好，因拢欢喜伫上帝面前，伫遐甲众人的面前，伫遐分享因的生命迄款安尼改变。我相信，当因伫遐不断伫遐来讲起的时阵，因要搁较侪来领受上帝的救恩。就是迄个，因为咱不断伫遐来讲起，咱生命是安怎会得到改变，是安怎会有迄款安尼的经历，是因为咱不断伫遐来讲。咱若无讲，咱无法度经历啊。但是当咱不断伫遐来讲起上帝伫咱生命内面的迄款的作为的时阵，咱伫遐不断来提起的时阵，咱就要伫遐来经验，咱就要伫遐来做来经验，迄个上帝伊迄个大权能，要搁一届来临到伫咱，互咱无搁再只感，那亲像咱拢干那，那像上帝干那有互咱遮困难恶当当的事，那像拢总无有一寡遮个顺遂的事。咱看见咱的中间有个兄弟，伊一直安尼伫咧迄个苦楚，也伫迄个心灵的艰苦的内面，敢讲真正上帝拢无伫咧你的心内，伫咧你的心上有做任何的改变？如果若无安尼，咱就爱来好好来反省，咱是毋是干那一直伫遐咧看迄部赛？是咱欢喜来看见主的救恩临到伫咱？当咱不断安尼来人来讲起着主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改变，就算讲小小的迄个改变，也是一寡，咱会感觉讲即种代志也会用伫咧人的面前来伫遐来讲起。但是咱不断伫遐来讲起的时阵，咱还会记哩，上帝伊是用以色列的儿女做宝座。当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讲起，不断伫遐来学了咱的主上帝的时阵，上帝伊的宝座就设立伫咱的中间，敢毋是？伊的宝座既然伫咱的中间，请问是毋是上帝的宝座若临到伫咱的中间，咱爱想象的是迄个上帝是带着天军、天使、天军围围伫伊的四围，安尼是一个什么款的景象？就是上帝，伊要找天使、天军来为咱来征战，敢毋是？当咱不断伫遐来安尼来讲起着上帝大作为的时阵，上帝伊就要拨开你生命内面所有一切遮的困境，伊要带领你，毋是互你生命内面无困境，乃是要带你引带你来去搬过。去跨越、逾越迄个生命内面的遮个困境，咱伫咧咱生命内面遐个做爱去变啊！咱伫咧即个年尾时阵，咱到底是要搁继续伫咧旷野伫遐咧踅，还是咱要欢喜来领受，来去进入迄个新的迦南地？互咱的生命内面会通较侪去经历着咱的主、咱的上帝。咱看见着以色列人成做咱一个真好的一个，咱讲见解、鉴戒，迄个一个安尼，互咱通好来成做咱的境界。当以色列人因进入伫咧迦南地了，因伫咧几地内面，就搁开始来拜偶像。伫约书亚甲着即个加勒因带着以色列人，因安尼搬过即个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无到第3代，因就开始搁伫遐学习迦南人，因伫遐来拜偶像是安怎？因为因无要讲啊，无讲起上帝的救恩，无讲起着上帝伫因过去因的祖先，也是伫咧因的心上所行所做，直到后壁的这个子孙，像咱毋知影讲，
阮的祖先迄当阵所经历到的到底是啥物货，因嘛无法度去经历。所以，直到咱有侪遮的信徒，是安怎咱讲安尼好无过三代，因为无讲。当咱不断伫遐来讲起着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个作为，伫遐来对咱的世事讲起着讲，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伊伫咱生命内面所做的，互因看见了，因会晓伫学习，伫遐来行迄条路。安尼时阵，咱就要经验着主伊的迄个救恩，毋是干那看见，阁是要经验着主的救恩临到伫咱。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咱搁一届来调整好咱家己伫咧新的一年，咱要搁一届来安尼活出主伊伫咱生命内面迄款安尼的生命的见证，互人看见伫咱的生命内面活出迄个有基督的香味，搁咱人的生命要因为咱来得到改变，就因为安尼，主的公义甲主。安尼，伊要因为咱来得到高举，主伊的名要因为咱来得到荣光。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咱一届好好啊来去亲像，咱会通伫新的一年，咱无搁再成做一个软脚下的基督徒，乃是咱要成做主的精兵，咱不断来人来讲起主伫咱生命内面的这个大作为。我真期待有一天牧师伫遮毋免。想过侪讲道，乃是咱兄弟姊妹一个起来讲，来去讲起着上帝伫咱生命内面的遐个作为。当咱若不断侪兄弟姊妹伫遐讲起的时阵，咱每一个人的生命要得到激励，啊无不断逐届干那牧师咧讲，讲迄牧师迄拢你讲的，但是。若换做是咱来讲，这是咱所经验到的。每一个人所经验到的拢无共款，因为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所经验到的、所赏赐予咱、所话予咱的、所赏赐予咱的产业，拢是无共款的。所以咱每一人的迄个生命的见证，无一个会用 copy 的，因为是上帝伊所赏赐予你的。所以咱就应该更较侪来讲起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的迄款安尼的经验。咱的经历，人就要看见主的阳光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凸显，主的公义要因为咱所活出来，咱会通看见这个社会要得到改变。现在咱看见，现在偌济主的教会、主的门徒，伫咧这个社会内面，有人继续活着一个迄款迄个安尼，那种。如果亲像讲倒黑为白安尼迄款安尼生命的时阵，人看见安尼迄款的生命，人要安怎来跟对？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透过咱今仔所领受，咱搁一届好好恳求主圣神帮助咱，调整咱，互咱的生命会通拿来拿，亲像咱的主，互咱学习咱的主的迄款安尼的生命，互伊的。迄个生命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安尼活出来，就迄个时阵，咱会通真安尼肯定，佮真有把握来人讲，你看到我，就哪亲像看到主，也较亲像保罗伊所讲的，恁就应该学习我，你们要效法我。是安那保罗伊通安尼讲？因为伊真正行出来，伊将主的话伫迄个中间来行出来。咱毋是干那知，咱国外，咱伫咧咱生命内面所有一切，咱所看、所想、所行、所讲对做遮的每一项代志，咱拢转来到伫主的面前，用主的心意来去看、来去听、来去想。我相信。咱会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是一个得到主的施恩赐福的生命。愿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施恩的主，我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这段经文，主你搁一届帮助阮，互阮伫
伫阮的生命内面不断来安尼，搁一摆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来光照阮，互阮看见阮生命的即个境况，主阮欢喜来改变。恳求主圣神伫阮的内面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成做一个欢喜甲人分享。主怎样伫我生命内面所做迄款安尼的改变，互人看见我生命的改变，也要搁一摆，因也要伫遐来欢喜来跟对，互做遮个助你所要托付阮的遮个福音朋友，互因有机会来进入伫主你的教会内面，领受主你的救恩。特别伫咧主即个圣诞的即个节期，主你搁一摆帮助阮，伫阮即个年尾时阵，阮不断来向人来讲，也来献上阮对主你满满的感谢。愿你伫来年，特别是阮所伫阮所有主你的教会甲你的正百姓的顶面，互阮真正会通活出主你的迄款安尼的芳味。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做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一心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68首，献诗第68首，主耶稣放山，你宝座免流，请咱起立来用转首。耶稣放山，你宝座免流，为着我甘心点杯酒，总是别离现客观无所在，行也这我注定起来，请来令我心做耶稣，以我心为最宝座，圣城门大开，前天在因时，咱着我们对同回忆，总是主甘心一味点杯酒，不欠比来做人无忧，请来令我心做耶稣，以我心为最宝座，常常有小兄，互你有牵挂，你因影来显我，总是主耶稣用草对征服，你旷野激起千风波，请来令我心做耶稣，以我心为最宝座，主你来世间传播名真理，通互人彼此有偏心，总是人领了占领款害你，你请我过他领心，请来令我心做耶稣，以我心为最宝座，圣城门大开，天天在应时，主过来天显利息，愿求主叫我甲我讲，请来我心必有美满所在，我心就欢喜做耶稣，你所我的天灯请咱犹原徛地，同时用心动主动时间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
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坟场吊刀忍耐受苦，竟是第死埋葬为虎，为伫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通奉献？请方美珍执事甲魏庄勋执事来执献。起立来迎奉献诗歌。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独一真、永远活的上帝，你的国度对起头甲永远无穷无尽，我要学了你。你是恩典、慈悲满满的上帝。伫2023年的最后一天，阮阁一摆进入圣殿来敬拜你。我要来孝顺上帝恩典，献上阮的感谢。伫即年的中间，阮有拄着艰难困苦，是主上帝你牵阮的手行过遮的苦难。我嘛有拄着身体欠安，当阮倚靠上帝的时，信靠上帝的时，你的医治、你的平安就临到阮。有时阮的心神软弱，信心无够野的时，阮阁一摆就困你，你就帮助阮，小使阮有困难。主啊，你的恩典够野阮用。阮知阮所经历的一切，拢要成做阮生命中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看顾甲保守。主啊，你是五万的主，伫2024年，求主继续引带阮头前要行的路站，互阮成做上帝合用的器具。只是阮奉献时间、才能、金钱，成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主欢喜感觉。阮来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先大声来迄个就认识，请咱
遮个明年度新任的即个会长、吼、各组长甲着校长，吼，安尼伫咧吟圣诗的时阵来徛伫咧咱的台前，请咱来吟圣诗474首，请咱安尼坐咧吟就好。这是要来举行咱2024年新任会长甲组长或者就任。恁要领受少年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学青小组、青少年团契、师班长。注意到校长，即个责任，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召命啊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约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的权柄，设立恁做本会、少年团契、妇女团契、社青团契、学青小组、青少年团契、师班班长、注意到校长等等，或者会长甲着校长的职。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于咱的主上帝。阿免。好，这时请咱转过来。先来颁发这个任命书了，再来请咱的小会员来安尼接纳吼。少年团契会长李淑慧会长，妇女团契会长谢碧如会长，注意到校长李琼娥校长。
咱的社青团契会长吴承安执事，咱的学青小组的组长曾木恩，咱的青少年团契会长黄杰，咱的教会诗班班长李恩新执事。好，来请咱的小会员来甲因握手接纳。好，咱搁一届鼓掌甲因鼓励，嘛期待因明安尼明日通好做好的工，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好，以上来请坐坐。国外咱要来颁发这个咱顶礼拜的这个洗礼证书，冰莹有来吗？还是在第二堂？第二堂小额洗礼证书啦吴木平。来，爸爸伫面顶。好。这是咱同齐来读本章的经句，咱用现代汉语本来读。请当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我会定定；为着西安的缘故，我会渐渐。依照伊的公义，亲像光发出；伊的拯救，亲像火把得到。以赛亚书第62章第1节。我们再一次。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袂定定；为着锡安的缘故，我袂静静。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发出，伊的拯救亲像火把得到。以赛亚书第62章第1节。这时候我们来迎新报告。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的会友？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周报的报告事项。那第一点，本礼拜举行2024会长及组长的就任，那刚才已经大家看过，那就请大家自行参阅。第二点，本主日礼拜后将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新参加。第三点，请各团系尽速整理2023年的结算及施工报告，并且将2023年的收支凭证、现金账及分类账，请在1月14号的时候缴回教会。那第四点，下一季的行事历已经放在招待桌，有需要的兄姐可以自行取阅，关心明年的施工。肢体消息代祷部分，那第一点，请各兄姐自行过目。第二点，1月6号下午2点，在苏澳长教会七星中会妇女事工部南洋区举行的南洋区第一次的联谊会。那欢迎需要的姐妹在群组报名参加。那第三点、第四点跟第5点的内容，请各会友自行过目。那代祷事项，请看我们的代祷牧会函。那如果我们的下礼拜的侍奉及聚会概况及会计的财务部分，那也请大家自行过目。如有错误的部分，请再向各个同工进行反映。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补充？兄弟平安。毋知影咱所有众兄弟，教会送的月历拢摕也未？若有人也未摕，赶紧摕吼，因为剩的部分要送互有需要的兄弟吼，因要摕来做传福音的内容吼。所以即礼拜咱若无摕，安尼就剩的拢要总送出去吼。因为咱今仔日已经上会1天吼，明年就开始明仔载就开始新的一年吼，所以迄个月历吼爱赶紧的甲伊送出去。过来就是咱的
正宫长老伊有对缅甸平安回来吼，咱正宫长老即摆去短宣吼，真无简单吼，伊总共安尼算讲报名3遍才成功吼。头一遍吼，讲报名了迄边的火车头去爆炸，所以无法度去。吼，第二遍讲毋知啥物政变还是啥物货，反正就是拢有代志，就无法度去就对。吼，即摆安尼平安吼，平安去平安转来吼。美珍长老安尼心终于会用安尼放下了安尼吼，感谢主吼。所以正宫长老伊有摕到即个缅甸的奶茶，是不是？奶茶包吼，伫咧即个招待道的所在吼，讲要甲咱的正兄弟来分享。所以咱若礼拜刷了了，咱会通来摕吼，一人一份啦吼。毋好总共摕去吼。咱安尼逐个人会用来分享安尼吼。好请咱会通透过安尼咱安尼所做的即个宣教的即个活动吼，咱会通安尼。像讲正宫长老伊安尼，伊带着咱所奉献的迄款安尼疼心，去到伫即个缅甸吼，咱真感谢主吼，因为即届咱教会侪遮个兄弟的奉献，互缅甸即届安尼因要成型吼，因即届所有带去遮个真侪遮个礼物吼，拢是咱的奉献吼，因为因即届。包括机票等等遮个迄落费用，拢总 double 起哩嘛吼，所以拢超过因的迄个预算，拢超过因原底本底的想象。但是因为咱欢喜来参与伫咧即个宣教的即个代志顶面，比较安尼多好，上帝拢补助伫咧即届即个短宣吼，拢有够额安尼吼，咱将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主。这时候，我们来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同心向主你来呼求。主我们渴望你能够祝福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以及我们的国家。不论在明年的选举，以及这世界上众多的纷争，以及我们所欠缺的。所有的需要，求主你的怜悯能够降临在这块土地上，求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民众都成为有安居乐业的生活，成为主你喜悦的子民。主我们也要为这个世界上许多的灾害，包含气候的变迁，以及许多的征战，造成许多的民众流离失所。主他们渴望你的祝福。渴望你的安慰，求你的圣灵、你的灵、你的大能够降临在这每一个所需要的人身上，让他们在患难之中得到平息跟安慰。主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教会交托在你的手里。主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事工，我们有许多的小组团契。主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大能够带领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喂养你的子民的小组。主请你透过你的灵，让我们团契中的每一个人，包含牧者、长老、执事及团契里的每一个同工，让我们能够领受神你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把你的旨意传给更多的人，造就给更多的人。主我们也把我们教会未来70周年的建堂意向交托在你的手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合一的信念，创造出属于神合一的殿堂，让我们能够同心来敬拜你。主我们也要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来献上祷告。主我们有许多新的器友，请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在生活当中，不论是内心的软弱或生理的需要，或者是他们只单单渴慕你。主请你让他们的心田得以松软，让他们能够承接你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也请你保守我们教会中每一个身心灵需要代祷的会友们，请你让他们的身心灵得到满足，在主你的慈爱当中得到满意。主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青年们来祷告，
求主能保守他们在外面奔波的当中，能得到主你的祝福跟安慰，让每一个人得到喜乐。我们将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阿门。这时咱做伙来吟颂言389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因死煞，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恩典的主啊，满心感谢你。当阮看见主你的救恩临到的时阵，主你搁一摆帮助阮，互阮会晓学习亲像先知以赛亚是这个各样的福音会通互阮伫咧学习因的安尼的款式，来人来讲起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的迄个大救恩，甲伫迄个大快乐，互阮哪济会人来宣扬，就要领受主你搁较大的施恩祝福带领。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直成圣，高愿恁的时因甲份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相安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避讳。